我個願景咧就係能夠承傳到香港獨有嘅文化啦，加埋藝術嘅視覺效果，再加埋科技啦，咁嚟到結合。咁我工作包括電影嘅視覺效果啦，咁有呢一個科技藝術啦，咁亦都係有 AI 去畫水墨畫。咁我自己咧，亦都喺2018年咧做過2次展覽嘅。對於藝術中心係一個好鍾意呢個地方啦，因為第一好近啦，好容易reach 到啦。咁再加埋咧就係佢個空間比較擴闊嘅，做一啲獨立嘅展覽咧，我覺得係幾適合啦。尤其是爆笑畫廊啦，亦都有高高低低，亦都有一啲balcony 咁樣，係一個比較多元化，適合我哋呢啲咧，除咗畫啦、雕塑啦，仲有啲數字嘅媒體啦，咁所以好適合一啲多元化嘅展覽咯。因自己工作關係啦，咁所以好多時都同一啲數字嘅媒體啊，或者係互動媒體嘅關係啦，咁所以我都好希望未來咧能夠喺呢個 art tech 嘅方面咧係帶多啲俾藝術中心啊，再加埋咧就係佢特別嘅空間設計咧，可以有一啲新嘅我哋叫做 experience 嘅感覺嘅效果。期望咧裏邊嘅一啲展覽咧係比較貼近係民間嘅，咁我哋可唔可以將一啲民間嘅譬如非遺嘅嘢夾埋一啲數字嘅嘢，加埋啲互動媒體去做一次展覽咧。細個咧就喺紙紮鋪長大，咁所以咧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咧都有啲涉獵啦。我想將呢樣嘢咧嘅傳承咧同一個科技咧可以夾埋一齊，咁呢個希望喺藝術中心會呈現出嚟嘅。最近咧就我覺得有一個展覽幾有趣嘅，咁就係呢個動漫即係藝術節啦。咁點解咁有趣咧？因為我自己都做過一個動漫嘅展覽喺文化博物館。咁呢個咁啱咧就係差唔多同期嘅時間啦。咁認識啲漫畫家咧都有一半咧都係喺你哋做展覽喎。咁我覺得係一個好親切嘅，亦都多咗好多新進嘅藝術家揀選到佢哋有一個展出嘅機會。咁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藝術能夠可以去發展。咁發展就需要有新人，咁所以無論個新人係咩年紀都好，都可以做新藝術家嘅。咁所以我覺得藝術中心係可以包容咗唔同嘅層面啦、唔同嘅歲數啦，甚至佢哋嘅背景唔同咧，都可以喺呢度做藝術咯。香港咧喺呢幾年咧個藝術氛圍都好好嘅。香港藝術中心都好獨特嘅喎。因為咧佢有爆笑畫廊啦，咁亦都有古天樂影院喎，咁亦都有呢個麥高利小劇場啦，甚至呢一個壽臣劇院，咁所以咧由大嘅、中型嘅，亦都可以涵蓋表演藝術啦，可以展覽嘅平面藝術啦，可以做立體嘅展品啦，甚至咧同觀眾嘅互動嘅一個互動媒體。咁所以咧藝術中心係對於我嚟講咧係一個多元化，我任何時間嚟咧都有啲特別嘅節目俾我嘅一個地方。我發覺原來藝術其實係會帶嚟人類係和平嘅地方。當大家 create art not war 嘅時候咧，咁呢個係咪好好嘅世界咧？藝術同人民嘅關係咧，我覺得重點咧就係第一，我哋係可以將我哋嘅心境平和啦。第二咧，人人皆藝術嘅時間冇咁多爭鬥啦，軟性嘅競爭唔係鬥爭啊嘛。喺一啲傳統嘅媒介加埋一個新嘅技術，我哋係能唔能夠係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出發係面向世界一個未來嘅藝術發展咧，我係期待嘅。